伍永新。網上活躍名稱包括15小、阿桑、15及廚餘瓶，為香港漫畫界及網台圈子人物。近年因參與創立及主持 YouTube 頻道光龍娃啦，引發一連串極具爭議的風波。事件涉及金錢利益糾紛、惡意抹黑造謠，以及聯合其支持者對其他網台主持、業界人士進行網絡欺凌與恐嚇。以下為伍慶平及其同夥張瑞新、金毛新近年核心爭議事件的文字簡介。頻道利益衝突與決裂，私吞網聚長虹與天價賣書。2024年初，伍慶平曾以高達$1500港元定價售賣配有假原稿的書籍，獨吞4.5萬元利潤。農曆新年期間，更私吞網台聚餐拍賣所得的$28,800長虹，因此與創台拍檔昂男決裂，獨霸網台頻道收益。2024年尾、2024年下半年，經其他頻道引流，網台訂閱人數突破萬人，課金收入大增。伍慶平因妒忌拍檔 Manser 受粉絲歡迎，企圖推翻兩人當初收入平分的承諾，最終借故與 Manser 反面，獨霸整個頻道的控制權及收益，惡意抹黑與造謠生事，誣衊拍檔情騙。伍慶平逼走 Manser 後，瘋狂在節目中抹黑對方，利用網台情騙女粉絲，企圖對其進行人格謀殺。及後 Manser 與伴侶 Man 嫂公開相戀經過，證實情騙一說，全屬伍慶平子虛烏有的老屈，借港漫動力造謠，趁 Manser 與拍檔就政府資助的港漫動力項目有創作分歧時，伍慶平乘機造謠，指 Manser 貪錢想踢走拍檔，獨吞資助。後來事實證明，資助全數入賬黑人公司戶口，謠言不攻自破，無差別攻擊博取流量。當其網台流量下跌時，伍慶平開始四處立火頭，無端拉扯河馬、大肥、劉定堅等無關人士進行謾罵，企圖借製造仇恨來維持節目收視與收入。網絡欺凌、起底與恐嚇，起底恐嚇怪獸屋，因模型店怪獸屋店主成立群組揭露其真面目。伍慶平夥同金毛新對店主公司、家人甚至寵物進行網絡起底與滋擾。伍慶平更曾在母親節直播中以粗口辱罵店主母親，並用一張電梯自拍照老屈對方偷拍，跟蹤威嚇Man嫂。伍慶平及其極端粉絲嗨粉，因謊言被揭穿，轉而攻擊Man嫂，更以跟蹤、偷拍相片放上網的方式進行威嚇，設局信和伏擊，因敵視大肥而牽連其合作夥伴桑比。伍慶平與金毛新假意邀請對方到信和中心對質，實質上一早安排10多名極端粉絲在場，企圖圍攻羞辱對方。同夥金毛新知相關爭議事件中一直盲目護航伍慶平的金毛新，亦涉及多宗嚴重個人誠信及金錢糾紛，黑吃黑吞沒90萬書款。金毛新以自由人專賣店之名售賣漫畫期間，累積獲得自由人公司多送出總值90多萬港元的漫畫。當劉定堅委託收數公司追討時，金毛新找來具黑社會背景的親戚恐嚇對方，最終自由人公司清盤。金毛新順理成章將賣書得來的90多萬元據為己有，從未還款。背棄道義出賣桑比。在上述信和伏擊事件中，金毛新假扮中間人調停，實質上是配合伍慶平設下鴻門宴，將桑比推入險境。老屈同行及拒絕道歉，毫無證據下誣衊漫畫店火之鳥搶生意，以及公開屈 Man 嫂參與事件。被網民要求拿出證據時，一直龜縮，拒絕道歉。網絡並非法外之地，但15少及金毛新團夥卻持續在線上散播仇恨與虛假訊息，肆意攻擊不同意見者。當言論自由的界線被模糊，甚至淪為誹謗的武器，我們不禁要問：社會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機制，才能有效制衡這類失序的網絡行為？